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2月3号，大年初三，我们要分享的是注意进攻的信号。约书亚记8章10到23节，我们要先来读今天的金句。那时上主对约书亚说，把你的矛头指向爱城，我要把这城赐给你。约书亚就照着做了。约书亚记8章18节。日本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清晨至中午，对美国海军夏威夷领地珍珠港海军基地的一次偷袭作战。我们所谓的偷袭珍珠港，也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事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在1941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要撤离法属印度支那，并连同荷兰与英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出口。由于石油是日军持续作战所需的必备资源，这个举动令日本最终决定对英美开战，占领菲律宾、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等资源丰饶的东南亚殖民地，以获取战略的资源。同时，我们也看到，因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他认为美国一定会干涉，因此必须致命来打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令日本他在南进取得成果，巩固势力之后，能够有利的条件下和美国和谈。为此，山本拟定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山本将攻击珍珠港的计划定为 Z 作战，决定以一支由6艘航空母舰所组成的空中力量，对珍珠港来展开攻击，并且必须是奇袭，攻击方式由机队的指挥渊田美津雄来决定。就在他现场判断奇袭是否成功，若成功，他判断如果能够成功，就发射一枚信号弹，由鱼雷机先进行攻击，再来是水平轰炸机，最后呢是俯冲的轰炸机。若美军他们有所准备则是发射2枚信号弹，由俯冲轰炸机先攻击，然后诱出高射炮的位置，再由水平轰炸机来攻击。这个渊田他判断美军都尚未清醒，偷袭一定会成功，所以他便发射1枚信号弹。但是机队中没有人看见，所以渊田又再发射一发。确实部分机组误解，他是执行第二个那个作战计划，就是发射2发的信号弹的作战，结果导致攻击队未照演练时的顺序进攻。不过这项错误对整体作战稍微的影响，因为美军并未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从发射信号弹到第1枚炸弹投下之前，渊田他就发出无线电的信号，呼呼呼，即通知南云舰队说他们已经偷袭成功。
耶稣亚他记起了第一次攻击爱城，因为百姓不顺服而惨败的教训，所以在昨天我们也看到上帝给他有一个战略的方法，指引他如何来诱敌。那这次是真正的行动，在上主鼓励打气之下，耶稣亚他再次来领兵出战，来攻打爱城。那耶稣亚照着上帝吩咐给他的战略，一大清早，他与百姓一同上爱城。他按照上主指示的战略，运用智慧计划周详。所以他先在夜间派伏兵埋伏妥当，在这样埋伏之后，因为上次的战争得胜而陷入骄傲的爱城王，这次他犯下了致命的失误啊！他以为这一些人跟上次一样啊，不堪一击啊，一定夹着尾巴逃走。真的，他们追出去的时候，他们就败退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上帝的策略，他们是诈败，所以是要引他们全部的战士出去追击啊。所以耶稣亚和百姓在第一次的战役失败之后，他们学会了谦卑啊，单单倚靠上主，照他的指示听命行事。那上帝要他的百姓在战争当中得胜，就必须跟随上帝的作战策略。他们已经在第一场战争耶利哥城的战役当中领教过上帝出人意外的攻城策略。这一次不一样啊，另外一种就是诈败，然后引诱敌军出来的策略方法。又要他们先埋伏骑兵，假装在爱城人面前失败，将他们引到旷野。上帝吩咐耶稣亚一个得胜关键的信号，就是当他把手中的矛头指向爱城的时候，伏兵就开始进战攻击爱城，并放火焚烧。所以这时候这些伏兵一定要非常注意来观看约书亚他的号令，他的信号所以当他们假装战败逃走之后，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信号一举起来，这些假装失败的士兵，在我们看到伏兵进入到爱城，然后放火焚烧之后，他们又转身攻击爱城的士兵，就在前后夹击之下杀败了爱城的军队，并且我们看到他们活捉了爱城王，取得了爱城之役的胜利。接着爱城之役提醒我们这位上帝他施慈爱再给他们一次的机会，所以提醒我们，在任何的情况，我们真的要遵从上帝的话语而行。我们来默想，看到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依照上主所教导的战略方法，他们顺服，最终取得了胜利。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为人征战，施下谋略，使人得胜的神，你是智慧的源头，祈求你帮助我跟从你的智慧和话语而行，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帮助我成为跟随神计划的精兵，经历你所赐的得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波牧师，祝福您新年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